人工智能技術發展日新月異，已係培育同發展新質生產力嘅重要引擎。為咗向更多居民推廣並普及人工智能技術，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亦都積極推出培訓課程、專題研討及工作坊等活動，以幫助企業掌握最新技術及工具，並提升其數字化轉型能力。同時，中心近期更攜手華為及本地學校，以產校企協作形式，將華為人工智能課程引入高中課程。該課程目前已經喺澳門羅校中學展開，協助學生掌握 AI 理論及應用能力，為其升學及職業發展奠定基礎。喺課程嘅呢一個初段啦，其實我哋都我哋學緊一啲 Python 嘅基礎技能同埋一啲機械學習嘅簡介嘅。儘管我哋未開始一啲好複雜嘅一啲模型訓練啦，但係我都慢慢開始了解到 AI 係點樣透過人類一啲提示詞咧去進行一個決策，生成一啲文本啊、圖片，甚至乎係代碼嘅。咁呢一方面咧就增強咗對人工智能嘅一個學習嘅一個慾望。現在咧我了解到人工智能同埋大數據咧係未來一個發展嘅一個趨勢啦。咁我都有意係計劃咧喺從事呢一方面嘅一個職業嘅，咁甚至能夠進一步學習人工智能啦，去豐富我自己一個知識嘅儲備。從今年嘅高一開始啦，咁就去教一個華為班人工智能嘅信息管理班啦，咁就讀3年。3年之後咧，我哋希望呢啲學生響人工智能啦或者信息管理方面咧，會有一個比較好嘅一個基礎啦。然後讀大學嘅話，就讀翻有關計算機方面嘅啲專業啦。咁就響學校園入邊為學生帶嚟最新嘅一啲科技嘅知識啦，咁就對學生嘅升大好，以後嘅未來工作應該都係非常之好嘅。中心期望通過 AI 入校，可以激發青少年對科技嘅興趣，為澳門創科發展提供持續嘅人才支持。中心亦會藉產校企協作模式，繼續支援課程所需，為本澳科創產業發展培養更多青年人才。產校企協作最大嘅優勢係在於資源整合同埋學用並進。學校提供教育場景，企業帶嚟技術同埋認證體系，而生產力中心作為橋梁，負責推動課程嘅落地，提供師資嘅支援同埋學習嘅資源，確保培訓內容貼近產業實際嘅需求。我哋唔單止引入華為 AI 技術嘅平台，亦都注重培養學生嘅實操能力，幫助佢哋喺求學階段已經同科技產業接軌，提升未來就業同埋升學嘅競爭力。未來中心將持續擴展 AI 入校嘅合作範圍，與更多學校開展唔同層次嘅 AI 課程與工作坊，以培養青少年人工智能人才。同時，中心亦將持續面向在職人士及中小企業推出唔同類型嘅 AI 能力提升項目，助力各行業應用人工智能技術，幫助提高生產力及實現數字化轉型。從整體上構建覆蓋教育、培訓與產業應用嘅人工智能生態體系，達到支持澳門創新科技發展嘅長遠目標。